消息指政府計劃新學年先嘗試用驗尿方法驗毒，最快出年先至會由外國引入頭髮驗毒。有醫生認為，目前3種驗毒方法入邊，驗尿最可行。唔少青少年都中意喺交友網站揾志同道合嘅朋友傾偈，結識新朋友。無論男女都中意上載個人照片同自我介紹，部分更加有埋聯絡方法。曾經喺網上結識朋友嘅小麗就試過俾網友呃咗錢。第一次出嚟都係行街食下飯嘅，都有拖手，跟住之後會開始問我借錢啦。佢有時就會話跌咗銀包啊，跌咗身份證嗰啲要再去補領，咁就再問我借幾百蚊啦。明愛青少年及社區服務喺3月至4月用問卷訪問咗260幾個中學生，發現2成受訪者曾經同網友相約出嚟見面，而當中每5個就有1個曾經同網友發生親密行為。調查機構指呢種交友方式有潛在嘅危險。如果話去到真係會約出嚟見面，仲發生啲親密嘅行為嘅時候呢，咁嗰個影響呢就更加大啦，即係可能係一啲性侵犯啊咁樣嚇，所以即係唔單止係心靈嚇，可能係身體都會受到傷害。調查機構提醒青少年喺網上結交朋友要謹慎啲，唔好單獨同網友見面。家長亦都要放多啲時間同子女溝通，聽下佢哋嘅心聲。無線電視記者鄭雅怡報導。